来继续来看这个台中的清水发生疑似是集体食物中毒的案件。有一家伙仔去找朋友佚佗，深夜到这个豆奶店买豆奶甲包仔炸转去食，结果1点钟后陆续有人吐骨流，总共2个大人5个囡仔出嚟送病院来治疗。是毋是食物中毒？这个卫生单位也在厘清。也毋过昨暝伫店内食的顾客拢无人出问题。豆奶店正常做生意，人客大大喙伫咧食烧饼到油炸粿。不过豆奶店即马煞敢若传出有人同齐食物中毒，互人客听到这个消息，淡薄仔惊惊。治安问题好像蛮严重的，所以多少还是会担心啊。是还好啦，不会害怕。如果我自己会怎样，就是会怎样。昨暝台中2口座的人来这间豆奶店买豆奶、小汤包、含铁板面等宵夜，结果食落饱过1点钟。就开始有人咧吐去走包，敢若是食物中毒。包括2个大人、5个囡仔，拢总7个人送去诊，其中2个人走包情形较严重，搁伫咧转院观察。我们是真的是有完全加热才让他们带回去的啦。之前有遇过？之前没有，现场吃的也都是在吃铁板面，我们铁板面加肉加蛋啊。豆奶店强调，实在拢是全部加烧才会卖，而且现场这个人客也拢无代志。卫生局来到店内底采样品，会较真实在敢有问题。查有厨房区风扇及通风口积尘、冰箱内风扇及内壁不洁、食材未覆盖等多项缺失，已依违反食安法第8条，责令业者限期改善。采样化验需要2礼拜才会知结果。卫生单位提醒民众，热天温度高，物件较会害，食材保存拢爱更加注意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